有嘅缺血性中風，佢哋嘅治療方案都要去到醫院先可以做到處理。我哋好希望呢一款急救嘅產品啦，可以提供一個好及時嘅神經元嘅保護，俾到一啲中風嘅病人先啦。咁樣令到佢哋可以有更多嘅時間去到醫院再做後續嘅處理。我哋暫時咧喺動物上面嘅實驗，暫時係 set 咗喺30分鐘啦。佢哋嘅腦梗死嘅體積係減少咗80%嘅。中風是香港第4號致命殺手，每年平均有3000多名港人死於中風。不僅如此，目前香港的中風群體已呈現年輕化的趨勢。香港大學中風研究組研究發現，2021年香港的年輕中風發病率比2001年大幅增加了近30%，每10萬名年輕人當中就有60人中風，其中大概21%在出院之後3個月內會出現中度至嚴重的殘疾，6%的患者死亡。中風之後，第一時間便要撥打求助電話。在香港，撥打999緊急求助電話後，救護車服務承諾在12分鐘內抵達現場。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的平均抵達時間是10到15分鐘，中國其他的城市平均抵達時間為15至20分鐘。但中風是分秒必爭的急性大腦血管疾病，每1秒鐘就會有約200萬個腦細胞死亡。那麼除了撥打求助電話外，我們還能在黃金救助時間內做些什麼呢？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近日研發了一款納米式鼻噴劑，團隊正積極地推進獨立研究和臨床試驗，即將來成為中風黃金救治期的院前急救利器。咁我哋呢個研究咧，其實係一個納米式嘅鼻噴粉啦。咁大家見到啦，會比較易用啦，可以方便攜帶啦。我諗佢最大嘅特色咧，係可以俾我哋一支叫院前使用嘅呢個納米乾粉鼻噴劑裡面嘅係一個保護神經嘅藥物啦。咁佢有抗氧化啦、抗炎啦同埋抗細胞凋零嘅成分喺裡面嘅。我哋暫時咧喺動物上面嘅實驗，暫時係 set 咗喺30分鐘啦。跟住可以見到我哋同冇用過我哋呢個納米乾粉鼻噴劑嘅產品相比啊，佢哋嘅腦梗死嘅體積係減少咗80%嘅。30分鐘左右啦，咁呢個係我哋考慮到病人可能開始發現自己有中風嘅徵兆啦，跟住簡單一噴嘅咁樣嘅時間。咁當然啦，喺日常生活中嘅使用時間有可能會更加長啦。咁所以之後我哋都會有更加多嘅實驗去試驗更長嘅時間嘅，比如話60分鐘啊，或者1個鐘咁樣。中風初期的症狀十分隱蔽，常常和身體疲憊症狀混淆，從而延誤治療，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因此，如何能爭分奪秒是此次研發的關鍵。周勝峰介紹，在使用該藥物之後，藥物會通過鼻腦通路繞過血腦屏障直達大腦，可以大幅地提升藥物遞送速度以及藥物療效。這也是該項研發最大的技術突破。我哋呢個納米乾粉式鼻粉咧，其實最大嘅一個技術亮點咧，就在於我哋用咗一個叫納米技術啦、鼻腦嘅遞送啦，同埋一個粒子嘅工程嘅。咁我哋將一啲咧納米嘅粒子咧，就透過一啲我哋自己嘅技術啦，去變成一個微粉。咁呢個微粉咧就比較適合於透過鼻腦通路咧，就直接遞送去腦部嘅。因為咧而家大部分嘅藥物啦，其實都係透過口服或者注射啦。咁但係去腦部嘅一啲嘅藥物濃度咧，通常都會比較低，因為我哋身體裏面有個叫血腦屏障 （blood-brain barrier） 嘅一個機制啦。咁我哋透過用鼻去俾藥嘅方式咧，就可以好規避咗呢個血腦屏障，令到更加多嘅藥物咧係可以去到我哋嘅腦部啦，去發揮翻佢個藥物嘅治療功用嘅。其實我哋重點咧係首創咗呢一個納米嵌入式微粉嘅技術平台啦。一般嚟講，納米藥物啦，可能佢哋比較細啦，唔係好適合我哋直接做吸入㗎。因為呢邊嘅吸入要 stay 翻喺呢度，一般係會需要去到10到20咁嘅微大細嘅左右啊。咁所以咧，我哋就用咗一個納米嵌入式微粉嘅咁樣嘅技術平台啦。咁樣就用一啲 gel forming polymer， 可以理解成膠水啊。咁樣我哋將簡單嘅納米咧，咁樣去黏合成一個納米嘅聚合體。咁樣咧，佢就足夠大，可以去到遞送到我哋嘅鼻腦通道啦。我哋將呢款納米乾粉鼻噴劑啦，放到鼻哥入邊之後咧，跟住我哋只要輕輕一按，我哋大部分嘅粉末啦，就會停留翻喺我哋嘅嗅覺區域，亦即係藍色嘅呢一個部分啊。咁咧喺呢一度嘅嗅覺區域嘅粉末咧，就可以比較直接去到我哋嘅腦部啦。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鼻腦遞送。我哋個藥物係一個神經性嘅保護嘅藥物，咁所以咧我哋都有考慮過如果有一啲病人佢未必係所謂嘅缺血性中風，佢係出血性中風咧，會唔會有問題？咁我哋根據一啲文獻嘅一啲數據顯示咧，其實我哋呢個成分咧，對於嗰個出血性中風咧，都係有一個保護嘅作用嘅。
在第51屆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纳米干粉鼻喷剂获得了特别大奖 Prize of the Chinese Delegation 和评判特别嘉许金奖。在创新医疗技术挑战赛 HKU Med Zellary 2025中，纳米干粉鼻喷剂也获选为优胜项目。周胜峰告诉记者，研究团队的下一步是独立研究及临床试验，未来希望鼻喷剂能够在药房及社区普及。从第一步到现在，周胜峰和研究团队已经走了10多年。作為一個科學家，其實好難會一開始就會覺得自己一定成功。但係我自己嘅觀念就係覺得，如果我哋呢個思路係有一個值得探索嘅可能性咧，我哋都會去研究下咯。其實成個研究咧就話我去讀博士嘅時候就開始㗎啦。咁後尾加上我自己喺藥廠工作咗幾年之後，又加入咗港大啦，認識咗好多嘅其他嘅教授啊、老師啊，再加上我自己嘅實驗室嘅團隊，亦都慢慢去長大啦。咁我哋就發現咧，原來咧中風呢個疾病咧係有咁大嘅需要喎，係經歷咗10幾年，呢個亦都係正係藥物研究嘅一個好正常嘅一個時間線咯。因為始終藥物係幫助到病人啦，佢喺個療效、安全性同埋質量呢3方面，我哋都要保證到係有一個好高嘅水準，我哋先可以推出去市場咯。我哋都收到好多反饋，好多病人啊，或者好多嘅朋友都話：你呢個產品可以幾時出嚟啊？我哋希望可以2030去做咗臨床。咁我哋好希望咧，一開始會係通過急救員去使用呢一款產品先啦，因為咧急救員可能比較專業啦，佢可以簡單判斷到我哋患者嘅情況先啦，跟住再去使用。咁第2項啦，我哋好希望可以逐步推展到一啲高風險人群啊，比如話係養老機構咁樣啦。咁第3步，我哋有足夠嘅臨床嘅數據之後，咁我哋咧就會想逐步推廣到去零售藥房啦。咁樣我哋就廣大市民都可以用到咁樣嘅產品。我哋都好希望最後面嘅價錢又好啦，成個應用場景都好啦，都係普通市民可以負擔得起同埋用到嘅。